即开始来关心高雄伫昨暗发生重大车祸，这是一台载27个人的游览车经过仁武区水管路的时，敢若是驾驶路无熟，去弄到墓坑，造成游览车头前几个车头是互卸掉，嘛有一个查甫乘客当场死亡，14个人受伤送病院。高雄市长陈其迈有赶到现场探视伤者，嘛认为驾驶照理讲是无应该发生这款错误。 游览车车头顶悬被卸一地起来，车挡的玻璃破去，也甲规涂骹。边仔办车道的涵洞顶头有写着涵管2公尺。游览车驾驶敢若是对路况无小姐的驶入去造成车祸，这伫司机位顶头站80岁姓周的查甫人当场死亡。伊的查某囝拄甲老爸通电话无偌久，就接到消息。 就卡在那里了，那个涵洞就不能过去了。6月份要给他做80岁的大寿而已。他说我们在高雄到了，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。那个口气听起来是你像是有点不高兴，因为不该是到这么久。迄通报平安的电话，正做爸仔囝之间上必爱对话。这台游览车旅行团大部分拢是台塑的退休员工甲高雄的市民。 最近参加阿里山一港大会旅行，车顶包括驾驶甲领队总共27人。 20暗8点外就即要到厝啊，刷弄到涵洞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14个人受伤送病院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关心。司机本身所服务的这个公司是在高雄，那应该要对于当地的这个路况应该要熟悉才是，因为他们有些已经准备要下车了哈，所以理论上不应该犯这个错误才是。 驾驶甲警方讲，未驶入去涵洞进前的涵管标志比车较悬，无想到讲入去了才发现涵洞伤低，造成车祸。而事后被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。因若出代志游览车，2021年11月才出厂，后一边检查日期是今年11月。详细车祸的原因，怎么还阁伫咧调查？记者综合报道。